花莲中华国小的射箭队要代表台湾参加新加坡的公开赛，不过这寡选手大部分拢是弱势家庭，而且地动了后，有一寡学生家长无头路、无钱，互因出国比赛。因希望外界会当斗相共、斗关钱。经有来是真精准去射着靶心，传要出国比赛费用的花莲中华国小射箭队的选手，大家人面看起来拢真烦恼，因为若无法度代表国家去新加坡比赛，这几年的练习敢若拢枉费呀。很期待，想要为国争光，再拿个金牌跟奖杯回来，让我们有更多的学妹学弟想要来参加射箭队。出国，然后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、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们有跟我们不同的射箭方法，然后他们的模式跟我们不太一样。花莲中华国小的射箭队去年11月才摕到全国总统杯女子个人的金牌，今年3月阁摕到全国青年杯女子的金牌。这摆代表台湾去参加新加坡公开赛，教练选手拢总16个，是需要140万，目前已经传到50万，够90万需要募款。花莲的04、03大地震，也很多店家有一些休业啊、停业的影响的情况。那我们学生的家长也有部分因为这样子而失业了，所以在一些募款上跟自备款上，家长也有一点压力。那对于社会的资源协助，我们在寻求资源的时候也有一点难度。好好强调讲，这射箭队的小选手大多数拢是弱势家庭，家长对出国一个人爱8万，拢感觉是真困难。希望会当伫报名结束进前6月中传到经费，顺利伫7月24出发，替台湾兵公营嘛完成因的梦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